各位馬迷，大家準備好未？今次我哋 DWQ 賽馬頻道帶你直飛巴黎，衝入巴黎龍上馬場，呢個全球馬壇嘅聖地。位於巴黎西郊嘅龍上馬場，自1857年起就係賽馬傳奇嘅搖籃，右轉草地賽道2400米嘅極致考驗，造就咗成全寶、海都之星等馬王嘅輝煌時刻。今次法國凱旋門大賽日總共轉播8場頂級賽事。焦點當然係晚上10點05分舉行嘅凱旋門大賽，總獎金高達500萬歐元。除咗凱旋門大賽，我哋仲會逐場拆解另外7場賽事，陪大家度過一個愉快又豐收嘅晚上。講四格心水之前，先同大家分析一下巴黎龍上馬場嘅跑道特色。巴黎龍上馬場 Paris Longchamp 係馬迷必須朝聖嘅地方。呢個馬場響1863年正式命名，超過160年歷史，係法國賽馬嘅王者舞台。位於巴黎西郊嘅布洛涅森林，佔地57公頃，場內嘅現代化看台同綠草如茵嘅賽道，配上遠處嘅埃菲爾鐵塔，氣氛冇得頂。龍上嘅右轉草地賽道最大特色係主賽道有獨特嘅起伏。凱旋門大賽嘅2400米，頭1000米微斜上坡，考馬匹耐力，中段嘅彎位講究騎師穩位，最後600米嘅直路係決勝關鍵。經常見到後追馬例如成全寶喺呢度狂飆逆轉。2025年今日10月5日，場地預測為遠地。根據昨日10月4日巴黎多雲10%降雨嘅天氣，呢個場地利好耐力型馬，揀馬時應該稱高少少有長力同衝程較長嘅馬。我哋 DWQ 賽馬頻道用獨家數據分析，拆解龍上賽道嘅策略玄機，結合馬匹近績、血統同騎師策略，幫你揾出8場賽事嘅心水。想知點樣喺稍遠場地捉到黑馬？即刻睇我哋嘅全日預測。覺得有料到？記得俾個 Super Thanks 支持我哋，點讚、訂閱同你嘅馬圈兄弟分享，一齊喺龍上贏到開行。S1 第一場係一級賽馬數2大賽，跑草地1600米。呢場比賽係未來黐馬天后嘅試金石。過去嘅冠軍如2007年實夠威，2014年驗跡可尋都喺呢度展露霸氣，後來成為凱旋門大賽冠軍。龍上1600米直路賽道平坦，但考驗速度同早段穩位。今日場地預測為遠地，大家一定要留意有遠地經驗嘅馬匹。近年呢場賽事最成功嘅係已經贏過5屆嘅愛爾蘭殿堂級練馬師岳伯仁，佢將會派出6號穿境詩情同7號滿轉頸鏈。睇下佢又可唔可以第6次贏出呢場賽事。現時法國當地大熱係7號滿轉頸鏈，佢喺愛爾蘭兩出兩捷，包括上仗響里奧帕馬場嘅1004米表列賽依階步錦標，速度同耐力兼備，排3檔位亦係利好穩位，而佢嘅女6號穿境詩情嘅角色都好明顯。次熱門8號嘅青葱心，法國嘅組合黑健輝同紀仁安喺法國4戰全勝，包括上仗1場同場同程嘅2級賽。呢匹馬線跑稍遠地面，排埋個一檔，有機會守住好位，一攻而破。黑馬方面，英國代表5號嘅面目一新，由英國新星騎師劉建龍執韁，連續2仗跑遠地上名，響呢度有機會殺入一席。1號玉輪以星，連續2仗輸俾青葱心，所負不遠，唔敢劃死佢。第2場係8點15分開跑嘅上盧里加迪大賽，跑草地1400米，勝出馬匹將會自動入選下月份美國育馬者杯2歲草地大賽。呢場賽事源自1853年嘅 Grand Criterium， 歷史超過170年。過去冠軍如2001年直布羅山、2007年新路向，都喺呢度展露王者風範。後來橫掃國際賽場。喺巴黎龍上嘅右轉草地賽道，1400米考驗速度同轉彎技巧，跑遠地將會利好有爆發力嘅馬匹。直路衝刺隨時見到後上馬逆轉。1號橫日，呢匹愛爾蘭出世嘅馬近績強勁。包括8月響法國多維爾馬場3級賽包添錦標大勝，翻查血統擅長跑歐洲草地，出道至今一直由巴米高主理，今仗係佢嘅目標，要揀佢先。8號夜時辰，最近連贏3場1004米賽事，呢匹馬能跟善鬥，今次排埋個2檔，有力挑戰1號。6號點燃鬥志，呢匹英國馬上仗響沙丘原馬場勝出1場遠地賽事，要拖。3號劍必先。呢匹馬上仗勝出1場高獎金表列賽，法國馬遠地一定合適，3344要預埋佢。第3場係龍上教堂大賽，跑草地直路1000米。10號里約區，
呢匹3歲馬女由騎師巴米高主理，前仗跑1300米明顯唔夠長力，可以當冇跑過，上仗回師1000米即入 Q， 非常有潛質嘅短途馬，要揀佢先。16號美華星，呢匹馬跑同程出賽36次，有17次上名，預料會係一匹冷馬，值得拖一注。17號飛雀，澳洲代表，速度肯定快過一眾歐洲馬，都要拖返。5號烈酒最深，黏軟場地要稱高啲呢匹馬，到時臨場大家執生。第4場係凱旋門大賽，跑草地2400米。16號耀目帝，唔到你唔信，陪人嚟參賽嗰個反而拎冠軍。日本3匹代表之中看似最弱嘅一匹，但排檔係最好，如遇上慢步速，有機會先發制人。12號領風村，千祈唔好睇小呢匹今屆巴黎大賽嘅冠軍。巴黎龍上嘅2400米可能係呢匹馬嘅獨擅長，騎師杜滿樂嘅 Not 你做，要拖一注。13號樣樣合格，大馬主高多分嘅馬，近5仗未甩過3甲，都要兼顧。17號劇唱一姐，連贏3場橡樹大賽，抽埋個一檔，預料可以守好位跑，由法國頂級好手蘇銘倫策騎，陣上走位可以稱高少少。第5場係歌劇錦標，跑草地2000米。呢場賽事有個數據幾特別，自2018年起，7屆賽事有6屆係3歲馬勝出，大家記得多加留意。3號古女神，呢匹馬上仗響樂景傑錦標因場地失利後，馬主同練馬師商量決定等到場地轉變再出嚟角逐1級賽，血統顯示呢個路程可以應付，有消息指幕後打算跑完就賣，今場一定會搏命。7號班麗花環，9月份於愛爾蘭勝出一場2000米2級賽，狀態正處於巔峰，3歲馬入面要揀佢先。5號觀火，接連響高水平1級賽走入3甲，一定要拖。2號壯麗星，練馬師係老一輩馬迷熟悉嘅毛思儀，佢響大賽唔會無的放矢，隨時爆冷殺晒。第6場係森林大賽，跑草地1400米。13號額外加分，上屆第4名，今仗轉用騎師杜俊成跑的確額外加分，俾個位佢先。6號極級競速，場地黏軟要調高評級，預料會放頭跑，睇下走唔走得甩。3號魔王據點，9優第2場，體力正強，由愛爾蘭冠軍騎師簡國能策騎，博冷要揀佢。10號雷再響，近況勇銳，用騎師馬昆跑預咗發揮爭少少，但3甲都要預佢。第7場係第一班讓賽，跑草地1400米。9號鐵巴子，呢匹3歲馬，今仗首次挑戰年長馬，評分應該恰如其分，再賺埋3歲馬嘅讓磅，可以稱先少少，睇下可唔可以跑出令人驚喜嘅表現。12號金色川景，由騎師柏士奇主理，部署上次減夠分再去馬，即管睇下係咪呢場搏殺。11號明湖峽谷，突然強配騎師巴米高，唔使睇近績，要兼顧。7號川谷城，將會採取前領跑法，佔盡先機，睇下走唔走得甩，唔好劃佢。第8場係第一班讓賽，跑草地2000米。10號雪中騎，近幾仗都由騎師彭國年策騎，跑得接近。今仗轉由曾經來港客串嘅法國高手紀仁安策騎，排埋個一檔，相信有機會爭取3甲。2號究極靈區，呢匹4歲嘅側身馬近仗表現越來越進步，曾經贏過2300米，長力夠，適合巴黎龍上馬場發揮，繼續由人馬合拍嘅騎師策騎，預料有啲賠率，要拖。16號囂飛沙，連贏3場，雖然都係水準比較低嘅賽事，但太在勇景，孭咗個輕磅，唔好劃佢。14號妙步穩，上仗用女騎師杜婉欣跑，發揮預咗差少少，但都仍然能夠跑第6名，證明呢匹馬應該都有能力跑入前4名。今仗大家放心啦，唔係杜婉欣跑。多謝收聽，請訂閱、分享、讚好及留言。